新德县的宝山水库伫40当前征收的时阵，迄当阵还未定出水土保持法，所以征收的范围呢是干那到水库满水位以上1公尺尔尔，而且当地呢袂少土地拢是这水质的保护区域，所以真侪土地所有权人毋但是无互人征收去，到即摆嘛无法度做其他的用途，一寡地主是真怨叹，呼吁中央赶紧来解决。 新德县宝山水库伫民国70年征收用地时，因为迄阵也未定出水土保持法，征收干那到水库满水位以上1公尺的范围，加上92年公告为做水质水量保护区，为少私人土地去互人限制使用，一直到今嘛，民众讲明明就是家己的土地，却拢未使用，希望中央会当想办法解决问题。这个地主很不公平啊！你那个土地卡在那里，要动也不是，不动也不是。 那也没办法自己有其他的耕作，那永远财产就放在那边，其实困扰蛮多子孙的。政府它有它的一个法规吗？有它的法规，就按照法规来处理，不然的话，将来纠纷一定很多。 当地民众嘛提出2个诉求，互人限制使用范围的土地应该办理征收补偿，也是还未征收进前应该有合理的租金补偿。不征收就还地于民，给予民众有一个可以良好的一个利用，不影响水库水资源的方式的情况下，给予良好的一个利用。第二个就是全面征收。那我想这个问题一定要审慎的来把它解决。 宝山乡长认为，中央应该爱全面征收，若无要征收，就紧改变，家己还有民众。民众也希望中央相关的单位斗相共来想办法，或者困扰因多年的问题会当量早解决。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。